山川，载着梦想和吉祥。幸福的歌一路的唱，唱到了唐古拉山。坐上了火车去拉萨，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，去看那最美的格桑花呀，盛开在雪山下。坐上了火车去拉萨，跳起那热烈的雪橇拉满，喝下那最小男子情歌酒啊，醉在神话天堂。山有多高，水有多长，通往天堂的路太难。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达嘎乡今年7月新增了一个漂亮的村子三友村。这个村的184户712人都是由之前居住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贫困户自愿搬迁安置而成。如今他们住在有房子、有产业、有健康的三友村，柏油马路、幼儿园、卫生室等设施一应俱全。异地搬迁脱贫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一项重大决定。三友村围绕拉萨市实施的净土健康产业，组织成立了农牧民专业合作社，采取基地加合作社加贫困户的经营模式，帮助村民们脱贫。如今，生活小康的村民们对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充满感激。당국민 다섯 장관 충절 동주 국민시민 경유 미만남 로사베나 고수 세단장 저남로 김산청진로 다시 민주주의